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偉恩啊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3個作文你一定中過伏。第一，虎頭蛇尾，有冇同學仔你試過咧吸收咗前人好多嘅佳作，背咗好多情景交融，但最後個古仔咧寫到中間好似劇本咁又悶又沉，最後甚至帶唔到道理冇感悟嘅。第二，過分真實，何謂過分真實呢？各位同學仔，你覺得你而家嘅人生可以拍一部電影啊？老師成日話作文咧唔可以天馬行空，死又唔得，冇經歷過唔好寫。但係過分真實嘅古仔係咪真係能夠帶出當中嘅對比，能唔能夠產生矛盾呢？第三，離 L 晒題。嗱，各位同學仔呢個情況咧出現喺啲背文好叻嘅同學仔度嘅。有冇試過同學仔睇完一啲作品之後咧，你嘗試將佢背落嚟考試，好得好掂，因為又有道理，又有靚句子，又有抒情，但係其實根本唔係呢篇文呢個題目需要你寫嘅。例如有同學仔你成日問我，喂，一件玩具咧，為咗我哋準備寫圍棋天圓地方好唔好啊？好多道理可以講，好多中國文化可以講，但實際上你有冇探討過咩一件最想尋回？點解最想尋回呢？咁呢啲咧都係我哋要解決嘅問題嚟㗎。好啦，去到最後，如果同學仔你想避開呢個伏咧，comment 中伏，我寫份筆記俾你睇，點樣避開呢個伏，交俾我，偉恩。